弟兄姐妹，我们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崇拜。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让我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所有的流程顺序献上祷告，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献上感恩。愿主祝福带领我们。所有的流动都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进行，所有的设备跟器械都为主所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用你大能的右手扶持我们，你是我们的坚固台，是我们的高台，又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艰辛来投靠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在崇拜当中来遇见你，得着你，也享受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你丰盛的里面，也为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让我们在现场跟线上都能够合一的敬拜，也为我们所有的设备器械来献上祷告，让所有的设备器械都全然为主所使用。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亲近你，求你亲近我们。你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永恒圣善的上帝，求你以你荣耀的远向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在你的面前俯首下心，虔诚崇拜，获得你应许赐给谦卑之人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现在我们以新灵粮诗选第63首，
赞美全能神，来敬拜我们的主。心灵粮诗选第63首，赞美全能神。会众请起立。我们唱全首，第3节唱完以后，我们间奏一次，再接第4节，一起来。赞美归于我主，全能者万有的君王。我的心在为主救赎我，赐给我王冠。地天地人，高山原地地的山，与我同来敬拜颂扬。赞美归于我主，治理者奇妙的掌管，展开宽容的秘密，我不知永远完。业绩无缺，心中的喜有夙愿，我在他旨意中成全。赞美归于我主，无为者使我免灾患。他的恩典慈爱随着我永不离开。现在此刻，有我作良我的友，你看到我不再担忧。在间奏中思考。凡在我里面的，都要向主赞美敬拜；凡有生命气息，都要献上尊崇爱戴。神的百姓欢喜地赞美真神，在同心地说阿门。我们一起来唱第4节。凡在我里面，都要向主赞美敬拜；凡有生命气息，都要献上尊崇爱戴。神的百姓，我心愿赞美真神，在同心同声说阿门。请仍然站立。我们现在要以使徒信经做我们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比欧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荣耀颂。接着
的方式一起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第127篇。请看投影片私会与会众起应和的分配。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生的儿女，渐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愿上帝的话语常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事项祷告。我们为欧洲国家奥地利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三教区板桥荣恩堂杨世昌牧师来祷告，也为该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近来国际间冲突不断，特别为南北韩升温的紧张情势，以及现今在战火中的国家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巴勒斯坦等祷告，愿战火止息，和平降临。求主特别赐福给家中仍未信主的家庭，持续开启家中尚未认识耶稣的亲人们他们的心，让家人有机会来领受神的爱与真理，早日领受救恩。我们以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话语。现在由高佳锦姐妹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课。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旧约路得记3章1到5节，4章13到17节。路得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搏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得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得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希伯来书9章24到28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
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以上是上帝的话。现在由思慧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16章1到20节。马可福音16章1到20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第7日的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2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原文是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现在由诗班来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歌是我心灵得安宁，在主里的时刻，以及所有重担全交托。这是一个组曲。
以下由本堂陈伟文牧师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我说错了，我们将时间交给蔡依文牧师。蔡牧师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把时间交给蔡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带领在主日，我们一起同心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何等欢喜！我们与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的殿中，要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师父带领今天早上的敬拜，求圣灵引领，主你将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当中得着饱足，求圣灵引领，求主赐福，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在马可福音第16章啊最后一章的1到20节，总共20节，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若是要用一句话来形容基督教福音信息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我们可以回答是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这个信息是基督教之所以会传到今天的主要的原因，因为基督教能够传遍全世界，改变了世界，就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到各地去见证这个信息，在20节里面，刚刚有读到，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我们从第1节到第5节，我们可以来看，在第1节过了安息日，那注意，这个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是礼拜5下午6点到礼拜6下午6点，因此过了安息日就是礼拜6下午6点一直到礼拜天开始算。那马可福音写出探墓的这些妇女的名字，包括摩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这3个人。值得注意的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个福音书所记载的妇女，只有一位，那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四个福音书都有写，是摩大拉玛利亚。那依照马可福音16章9节刚才我们读到有第9节里面，摩大拉夸胡里面摩大拉玛利亚是因为身上有7个被鬼附身，后来耶稣就医治了，之后他就全心的投入他全部的时间跟随耶稣那而且跟随到底跟随到底。第2节讲到出太阳的时候，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圣经喜欢用亮光、黑暗来比喻生命死亡，因此当作者用到这个出太阳的时候是暗示到坟墓里面的死亡已经过去了，复活的新的生命的开始。第3节，这些妇女走在路上，一面走就一面想着一个问题，就是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这句话已经说出了这些妇女们，从耶稣埋葬了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大石头在那边挡在那边他们不能进去谁把这个大石头给挪开那这个跟逃跑的这些门徒完全不同的态度那这些妇女们考虑的就是去要为耶稣的身体抹上香膏。虽然
亚利马太的约瑟已经在坟墓的时候抹上30公斤的高等的香料了，但他们还是要亲自来为耶稣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啊，要亲自为耶稣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些妇女确实跟门徒不一样啊。当他们到了坟墓的时候，发现坟墓前的大石头已经滚开了啊。石头所以会滚开，是当时候发生的地震啊，天使降下来把石头滚开来。换句话说，若不是借着天使的力量，将这个想用人的力量，特别是这一群妇女，她们的力量来滚开石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也是他们一路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第5节，当摩大拉的玛利亚等这些妇女来到了墓地的时候，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而且直接走进去就看到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人啊，而是站在天上宝座羔羊面前的人。马太福音讲到说这是一个天使啊，他们的反应，经文里面讲就甚惊恐啊，就甚惊恐啊。第6节到第8节这个地方，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啊，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啊。”说真的，这些妇女心里面惊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都留在耶路撒冷，而且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都在各个他行刑的现场来观看，可以想象他们心中有多么不安和恐惧。因此，天使看到他们，第一句话就说：“不要惊恐。”请注意，这里讲到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一提到耶稣是拿撒勒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真实的人，是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世界上的。换句话说，耶稣并不是当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学说里面，他是一个虚幻的存在在世界上，不是，他是活生生的人，拿撒勒人耶稣啊。这一点在早期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告白。他已经复活了，这句话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是天使传递出来的。第7节记下，天使要这些父母去告诉门徒，特别指定要他们去告诉彼得，耶稣告诉他们复活之后，要比门徒先到加利利，意思是门徒要去加利利与他相会。这里面经文里面奇怪的是，为什么天使他不自己去告诉门徒，而是要这些妇女去告诉他们呢？而马可福音这边特别交代要去告诉彼得，为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想，彼得在当时候耶稣的受难事情上面受到很严重的打击的一个因为他有3次不认主，而感到相当的自责，所以现在要恢复彼得的信心，就要让他切知道复活的信息。彼得的3次不认主，我想这也成为我每次在领受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但是又因着主的怜悯，信心又得以恢复。有时候我们会陷于一种低潮，我不是爱主吗？我为主摆上的，为什么我会犯罪？我会软弱求主帮助我，帮助我。像彼得这3次不认主，我想对他来讲，在信仰上非常大的打击。但是他不了解耶稣要从死里复活，从你死里复活。所以第8节这里，这些妇女听到天使这样交代的时候，她们反应是又发抖又惊奇，因为这消息简直无法
承受之重，他原本是相当哀伤的情况，这些妇女们，那却要去受这样重大的消息，那怎么能够听得下而确信呢？现在他们亲眼看见了天使，也叫他们去传递这个消息给耶稣的门徒，结果他们吓得连天使交代给他们的事情都忘记了。经文里面讲到，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害怕。拿撒勒城这样的耶稣好，想一想我们看这段里面从第1节到第8节这个地方，要努力为耶稣的福音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耶稣就在福音的信息当中，与所有愿意为他做见证的人同在。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信息，在耶稣的福音事工上面，我们不要嫌弃做太多，多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复活的耶稣在看，他很清楚谁是真正爱他的人，愿意为他福音事工多尽一些力量的人。在过去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有些人会埋怨他自己做的太多了可能怨声延年某人都不做工，他就占了一些长职团契会长的位置。也有人说某某事情已经有人在做了，我们不要再去做了。他不在意那在做事工的人是否周全，是否需要帮手去协助。其实有很多人觉得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是很孤独的，因为是没有人愿意做，他才独自的把它承揽下来自己做。我想这个现象在我过去牧养的教会里面都有碰到过所以今天我们都看这些妇女她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到教会生活的功课。我深信那将对教会的推动的福音事工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福音事工就是在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永远不会嫌太多，只会不够。就像摩大拉玛利亚和其他妇女们，她们都想要为耶稣做些事情。她们明明知道亚利马太人约瑟、尼哥底母已经有抹香料在耶稣的身上了，他也知道耶稣死了，是在埋葬在坟墓里面，并且有大石头滚着他们并没有放弃信心，也没有失去原先对耶稣的爱。他们想到的是什么？尽可能在做这最后可能做的事情。结果他们得到最好的礼物那个石头也滚开了看到天使了，也看到复活耶稣显现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借着这些姐妹的服侍，她们的心志不输这些门徒。门徒现在已经四散在哀痛哭泣了哀痛哭泣，但是他们愿意继续能够为耶稣做到最后。就像摩大拉玛利亚耶稣从他身上赶出7个鬼，他就跟随耶稣，而且跟随到底跟随到底。我想这个榜样真是让我们在服事的上面我们都因着主因着这些妈妈这些姐妹们的榜样，我们得着信心，得着安慰，得着鼓励好，我们继续来看9到13节那我想耶稣的福音事工里面，我们是需要有扎根装备了，然后再去侍奉来见证。有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装备，但是不见得用得出去，这是蛮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是我过去在牧会里面，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些读经祷告一些上课但是最后
传福音呢，就会比较弱一点。不只是教会，我在神学院也是一样，太多的课程，几乎很多90%的时间都要花在这个地方。但你有没有跟个人谈到，去传福音，去邀请邻舍来到教会？我们就缺少这一步。这也是我在牧会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地方。可能做了很多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事情，但是教会外面这么多人，这个何尝这些人需要？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这样制服艺人这些事工，让人能够被接触，能够邀请，这是非常好的。教会不是礼拜天才开门，而是每天能够有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喜欢来教会，来认识主。好，所以我们看到，从第9节、第13节这个地方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曾经跟随耶稣的人，都不希望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因此他们才会悲伤哭泣，但却听到耶稣死了、埋葬了，到复活的时候，他们反而不相信。为什么会这个样？这是一个值得很探讨的问题。第9节这里说到，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这位抹大拉玛利亚是因为他身上有7个被鬼附了，后来被医治了。第10节，抹大拉玛利亚传达这个复活的信息，其他的门徒才知道这件事情。第11节，门徒们在听到抹大拉玛利亚传来的耶稣复活的消息之后，他们反应是什么？不相信，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耶稣的话忘了一干二净。当耶稣带着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3次预言他将要受难、复活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确实不能够理解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神迹。其实没有将耶稣的话铭记在心，不只是门徒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经常有的问题。经常有的问题。特别当情绪来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那可能就忘了我是谁了。其实我在教会牧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顽皮的小朋友，弄得乱七八糟，我就生气，生气完之后就很后悔，就认罪，事实上这样要有耐心呐，小孩子就是会乱动啊，你不可能叫他乖乖坐在那个地方这是每一个牧师、传道人、辅导同工碰到这个顽皮的小朋友的时候，你如何来面对、来处理？这真的是一个功课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血气方刚，开车出去擦撞，就跟对方在当街骂起来了。有一个年轻人回来说：“牧师，我好像不像基督徒我刚才在彪骂对方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情绪起来就不得了了，忘了我是谁，忘了圣经上的教导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冷静下来12、13节，我们很快就会让人想起有关复活的耶稣向2位门徒显现的记事。这2位门徒刚好要到一个叫以马忤斯的村落去。复活的耶稣一直跟在这2位门徒谈话。这2位门徒谈到跟耶稣谈到有关耶稣撒冷发生的大事情，关于拿撒冷耶稣的事情。后来他们才发现，在一起谈话了，走路的这位陌生人就是复活的耶稣。他赶紧将这样的事告诉他的门徒。结果呢，经文里面第13节讲到，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你有没有看到？门徒们他们不信。
好，忘了一干二净了哦，好，不要忘记上帝的话哦。这里是马拉基书，它是旧约的最后一卷，很特别的。哦，旧约一个很大的宝藏，哦，读了半天哦，你不要忘记上帝的爱，啊，上帝，这是一个很，让我们你可以看看马拉基书啊，真的不要忘记上帝的爱。好，我们从14节到最后一节这里，我们来看第14节，复活的耶稣向11个门徒显现，责备他们怎样不信，心里刚硬为什么会这样子？只有一点，骄傲了，以为自己最认识耶稣，因为他跟随在耶稣3年半的时间里面但却忘记了耶稣所说的话这是一个蛮讽刺的也是一个警醒，因为当耶稣复活了耶稣，他的形象改变了，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分辨出来。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甚至连耶稣行神迹，这些自称为最认识耶稣的门徒，却一直感到疑惑、不安、惊讶，他们连耶稣的教导都听不懂。这也是为什么马可福音一再责备他们的原因但是我看经文里面14节是这个样，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第15节呢，却马上又托付给他们一个大使命。这个很值得望味的这些门徒确实耶稣带了有他们的内容虽然是责备，却是提醒和教导。紧接着15、16节是复活的耶稣要给他的门徒下了很重大的一个使命，要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我的主题在这里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同样的记载也在马太福音这里28章19、20节那个大使命那里，所以你们要去。骄傲。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个大使命19节、20节。来，19节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好，来，请20节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很特别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些领受福音的信徒施洗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施洗的重要性？这毕竟是跟早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施洗是一个宣告生命的约，一个人是否信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就是看他是否受洗来判定。这是早期基督教会因为当时候有罗马帝国的一个逼迫而且他们在抓基督徒，如果你受洗了成为基督徒，你就可能会被生命就不保。所以他那个背景里面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受洗这个事情很重要你很可能会被杀，你要不要受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讲到受洗，没有这个背景，你愿不愿意？不见得愿意因为很多的诱惑，很多的问题又是另外一种挑战。但是当时候的是一个，你受洗之后，你很可能会被杀，有这样的逼迫的环境所以那时候的环境跟现在又不同又有不同的挑战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而受洗是坚定的。好，接下来大使命施洗。接下来17、18节你读这段经文，这2节非常的特别你会看到早期教会发现许多人令人难以理解的神迹，或者有各种聚会的形态，都会提到几个我们
有提到神迹的一个特点啊。第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啊，赶鬼的一个侍奉。当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赐给他们门徒有这样的能力的，啊。而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奉耶稣的名赶鬼，真的连鬼也顺服了。所以直到现今基督教会赶鬼的侍奉，啊，就不曾兼办过，可能也很少碰过，然后牧师有碰到过，跟着老师一起赶鬼，那个情况好像在拍电影一样，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尖叫。她是一个仙姑，是这样子，我跟老师们有这样的服侍，有赶鬼的侍奉，第二个说新方言，从早期教会到现在不断的出现，福音书没有记载耶稣有说过什么新方言之类的，但早期教会相当流行，这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时候，记着有关五旬节那一天发生在门徒身上特别的经验，门徒受到圣灵的充满，讲起方言来。要注意的是，他们讲的方言是别人听得懂的各地的母语，各地的母语。但是后来保罗往外地传福音的时候，发现教会有很多信徒说一些人家听不懂的灵语，灵语啊。这更大的问题，他们竟然用会讲灵语来标榜自己的灵力。造成教会的和谐，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大家听到了不是方言是灵语，要注意分辨那如果用这个来标榜的话，就会中了魔鬼的当，所以哥林多教会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三个医病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这也是持续到今天的基督教会不曾停过的神迹医病，那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医病赶鬼的有这样的神迹。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出去传福音，也为人医病赶鬼，很多见证。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信徒和传道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来医治病人的病。也算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也不见得能够医治所有的病。要谨记到一件事情，刚刚我讲的赶鬼、说方言、医病这些神迹，并不是若不是用来见证耶稣复活拯救的信息，或是为了见证上帝在耶稣里面拯救的爱，很容易被魔鬼利用，标榜自己的能力变成绊脚石。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那最后一个，手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等，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28章1到6节那个地方，保罗就被蛇咬了，在马耳他岛上曾被毒蛇咬了，却没有中毒而死。我们可以这样了解，早期教会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欠缺更完整的资料来说明背景。马可福音提供了这些神迹奇事的资料，只有一个目的：神迹会发生在人所想象不到的地方，但是所有的神迹都是为了见证一点：耶稣拯救的爱。若缺少这样的基础，所有的神迹奇事也只不过是人用来炫耀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器具罢了。所以让我们能够这样的一个比较中肯的一个领受上帝的话。那第19节、20节最后这2节是基督教会所谓的升天节的经文背景。马可福音一再强调，复活了耶稣，要门徒们将福音往外传开所以刚才有提到，所有的神迹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所以马可福音的1章1节，知道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1节，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马可福音16章最后1章20节这里就讲到门徒就出去传主的福音，
门徒就出去传主的福音，都前后有这样的呼应这样的呼应。好，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里面，复活是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门徒第一个反应，都是以过去他所认识的耶稣来看复活的耶稣，但他们都无法辨识出来，原因是复活是一项重大的一个改变。所以罗马书12章那边讲到心意更新的变化，我们要更新，要改变，跟过去的形象完全不同。当我们今天再次谈到复活的信息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是有没有改变？我们可以将这样的问题来问我们自己，想想看，你来到这间教会一段时间之后，有没有感到教会在改变？如果有，是怎样的改变？但是不是那个硬体上面的改变建筑物的改变，或礼拜方式的改变因为这是应该是从真正的改变，要从信仰的内涵来看。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反省自己，反省自己。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成为他的信徒之后，是想看看我们改变有多少，特别是在生命的价值观念是否改变，在生活态度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没有，就很难见证耶稣复活的信息在我们生命当中，因为耶稣的复活是种生命的改变，改变到原来跟他朝夕相处在一起的门徒也认不出他原来的面貌。这里要做个见证就是有一位叫黄武东牧师黄武东牧师他说到他自己父亲信耶稣的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李拐的一个土匪土匪成为基督徒了哇，这改变很大，土匪变成基督徒了生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李拐是在中国清朝末年在台湾的土匪的一个头目，年轻的时候喜欢打家劫舍、强奸杀人，四处白吃白喝，是家常便饭。那黄武东牧师的父亲叫黄伦他经营杂货店的生意，李拐就经常在他店里面拿东西不付账。有一天，李拐又到他店里面来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买完了竟然主动的说要付钱算账，这样的行为让黄伦感到很震惊，以为假意要付钱，然后要抢他的钱当时黄伦心里说，只要能够保命就好了不要跟李拐争。于是他很委婉的跟李拐说不用钱，还说不管缺什么东西都能拿就好了。没想到李拐竟然这样回答说，请你算一算这些多少钱，连我过去的也要一起算他要还钱。李拐告诉黄伦说他已经改信耶稣了，不再当土匪了。他租了一个小田地，开始种水果，每天带着水果去叫卖，卖水果的钱赚来的钱来偿还他过去白吃白喝的钱。黄伦一听到李拐信耶稣了，很惊讶的说，那时候说用台语讲，应该拜那还他搞啦，还他搞多不好啦那时候是这样，把耶稣教变成还他搞那李拐说，耶稣教不是还他搞，更不是大不孝，而是叫人怎样来孝敬父母。圣经的教导，不可偷窃，不可杀人，要行善，不可欠债，欠债要还现在要还，这就是我要还欠你的钱的原因。哇，黄伦听到深受感动，决定跟李拐到耶稣教讲道理的地方去。所以引导黄伦信耶稣的人，可能就是土匪李拐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一个生命完全改变的人。我们讲到复活，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想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在信仰上面我们的一个反省，我们有没有更新的变化改变？那个地方耶稣叫那个讲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就是离拐了，不大清楚，没关系，知道一下样子就好了。这里那个讲耶稣教的地方，就是那时候的嘉义埔子附近的牛桃湾教会，现在的牛桃湾教会，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故事。那后来黄伦也带全家人去信耶稣了，所以黄伦看到一个生命完全改变的人。过去有一位弟兄，他信主之后，他跟我讲了一件事情，牧师，我把以前违规的罚单都缴清了。感谢主，以后不要再违规了，要再违规了如果我们信耶稣，是因为家人信，我们就跟着，却没有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复活的真意，进而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态度复活的信息对我们就不会有特别的意义对我们个人如此教会也是一样不过今天基督教会所有能够存在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使我们愿意有柔软的心领受上帝的话，而且去遵行，把自己的身段柔软下来。当我们来到教会参加聚会的时候，看到有人新的朋友进来到聚会的地方，还在找位置的时候，我们会主动的邀请说：来，请他坐到我的身边，这是我的荣幸。如果每一个人当我们有这样愿意做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会会不一样，会不一样，谦卑谦卑是我们在复活的耶稣身上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20节最后，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有复活的生命，就是要出去到处宣传福音。就是我刚才讲的，其实我们现在很缺乏的，基督徒缺乏还是去传福音。其实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邀请你邻舍来到教会。那讲见证就是讲你自己如何得救的见证，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在他们面前。看我们愿不愿意这样来做。我们过去一个传道人，他常常就在他车子里面，你去加油的时候，就把福音单张就给那个加油的人，这样子，很愿意，就像玛利亚一样，为耶稣做那，跟随耶稣到底。就愿意多为耶稣多做一些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会这样子愿意为耶稣多做一些事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牺牲的大爱就感动我们，我愿意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福音的好处。那感谢主，我们今年的圣诞晚会我想我过去也提到，我们不是到圣诞节才来传福音不是到复活节才来讲复活的信息。我想不是我们的主日的讲台就是整本圣经的话那我们邀请人也是不只是圣诞节才来邀平常的主日的时候就可以邀请但是圣诞节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可能比较容易有这样的邀请那今年有一个圣诞音乐剧这是我过去在牧养教会10多年前我有用的一个在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他们每一年都有推动圣诞节的一个音乐剧那今年的剧名叫做《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其实它每一年里面我觉得很好的就是里面有一些福音的信息能够借着戏剧、借着舞蹈、借着音乐来感动人认识那创造的主那当然它这里面就会
比较中性啊，但是里面会带到很多的生命的教育的课程，啊，让人继续反省一个品格教育的这些内容在里面，我觉得非常好哈。那感谢主啊，谢谢牧师哈，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今年会推出这出剧，哦，那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排练，哦，花时间在排练，从8月底就开始了哈。希望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啊，给他们加油哈，盼望在晚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些果效，好，那我过去第一次在做这样一个圣诞音乐剧的时候，啊，那在教会里面，啊，那我们也想说能够带到国中，旁边就是一个国中，我们就把这个剧要带过去，啊，我印象非常深刻，里面那个学校的大礼堂已经很久没有用，他们几乎都在操场、升礼台那边用。我说在大礼堂效果会比较好，啊，最后他说好，那你来看一看，一看，因为时间太紧迫了啊，因为在隔天就要演出了，去看大礼堂的场地，发现到几年没有用的，台上台下都是灰尘。那你要不要用？因为明天会有几百个学生、老师来看。好，那我们那一天，我就召集所有的演员，10多个人，我们在前一天一个早上的时间，把大礼堂全部打扫干净。那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们演出，他们来看，效果非常的好。校长在那边说，他非常的感动。他想说他非常感动，看了这出剧啊，所以从那边开始，我们就把每一年这样的戏剧能够推到学校，有很多人他们都未信的人，但借着这样一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撒出去，撒出去。好，那我们今年这出剧我们有一个简介，等一下我们可以成为祝福，成为祝福啊。虽然是儿童音乐剧，但是老少咸宜，都可以看，都非常好啊。好，那我们就播一段，大概1分多钟可以看一下。好，请。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影音一个动画的效果，这个跟我们在演出不大一样，我们只是舞台而已，但是这个已经经过电影的手法安排了，所以效果会很好，但是那一天是舞台的效果舞台而已啊。好，请。我在梦中看到有弓箭朝着太阳出来的地方射过去，大地变成绿油油的一片。我们找了一个厉害的勇士，他需要像彩虹一样出现时间短暂，但是却美丽。我们部落的希望都在你的身上，德布，交给你了。我可以吗？我可以吗？太阳好远，2颗太阳在那么远的地方，我真的走得到吗？怎么办？你可以指引我吗？我也要跟瓦利斯一起去。现在有机会，让我跟瓦利斯一起带你宝宝过去。谢谢。一次机会，成功就能够具备，失败就全都枉费。不知走了多少年，那为什么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为什么我们要背负着部落的未来？那我们自己的未来呢？我都这样，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这还有资格可以走上红路吗？我还是勇士吗？你回答我啊！乌都嘎亚，求你给我们力量！罗干达拉，马上！好，也盼望
，12月21号，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邻舍新朋友，我们来到教会一起来还有很多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那创造的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在主的话里面来领受得着，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主，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主您一个福音的种子，光明之子，在到处为主传主的福音。主耶稣，你已经复活了，得胜了，我们靠主得力得胜。是福龙光堂的众弟兄姐妹，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为主做盐做光，荣神一人。我们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这样的仰望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为我们证道，在其中阐述到神话语中的启示与真理。我们现在以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爱，我们来唱《怎能如此》，新灵粮诗选第253首，新灵粮诗选253首，怎能如此？我们总共3节，我们1、2节唱完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间奏，然后再唱第3节。我们在间奏的时候，可以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爱。怎能如此？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主我神竟为我死。我们来唱第3节。不再定罪，今我不再畏惧，耶稣与他所有属我，我活在永活元首里，传奇公义，圣洁白衣，坦然。
现在我们要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或者是你还不清楚奉献意义的话，请你就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面前经过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请司献同工到台前来。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的合宜，荣耀你的圣尊名，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向主献成歌》。请问我们今天有新来的朋友吗？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到第二遍的时候，可以起立，向大家拱手问安。弟兄姐妹，请回座。现在我来报告教会的事工以及肢体的消息。
下个星期天就是11月17号，我们将举行户外的礼拜。当天教会礼拜堂是不开放的，欢迎一同参加户外礼拜。如果无法前去的人呢，就请到我们附近的卫理教会或者正统信仰的礼拜堂来聚会，或者是你可以到线上去搜寻哦。那请为户外的礼拜来代祷及奉献。那请注意，就是我们这个报告事项上面提到的8点30分是出发的时间，不是集合的时间。8点30分我们要准时的开车，而不是8点30分来这边跟大家集合啊。因为呢，从这边到我们聚会的场地呢是有一点时间，而且我们要注意有没有交通的状况，所以呢，参加11月17号郊外礼拜的弟兄姐妹，请你呢在8点30分以前就要来到教会。我们8点30分要准时开车。你说如果我来的时候车子开掉怎么办？那你就不能去，我们车子不会再回来接你，好不好？那你说我交的钱怎么办？不退回，啊，你不要你自己迟到没有来，然后到时候去找办公室要退钱，不行的，因为你的保险跟你的便当还有场地费都已经付了，好，所以呢，你一定要8点30分以前来。那我们11月17号户外礼拜的时候呢，会邀请弟兄姐妹来分享你的感恩见证。台语堂有2位，华语堂有3位。如果你愿意做见证的话，跟办公室或是牧师报名。看到这点就表示名额没有满，所以呢，请大家踊跃报名啊。11月23号就是这个星期六的早上10点，南教区社官讲座有从儿少看见我们的爱与责任，地点是在本堂。那全程都是免费的。那有意参加呢，请向办公室或牧师报告。据我所知，好像是有人数，就是要到达一个人数才会开成。已经满了，已经取消了。哦，好。那所以第3点作废啊，我们已经取消这个聚会了。教育部门112年选度的青年奖学金将在下个主日11月24号颁发，请受奖者呢预备心来参加。那我们感恩节和圣诞节即将来到，期待教会在感恩及圣诞节期有美好的季节收割。那教会将开始陆续圣诞节的布置以及更新。欢迎弟兄姐妹为教会感恩及圣诞节期教会事工和设备的需要来关心祷告和奉献。那我们圣诞节的布置呢，已经分配给各个团契和小组，大家自行参阅。那教会将在12月22号圣诞主日有准备了受洗及转入礼，有意愿要参加受洗或加入本会或者是转入会籍的弟兄姐妹，请你要向办公室报名。那我们牧师在礼拜6早上、下午以及星期天的崇拜后的11点半，在205教室都有上洗礼前的课程以及认识本会的课程。所以请报名参加受洗和入会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向牧师来报到，一定要上这个课程哈。那我们卫理公会总会要建造宣教大楼，需要奉献啊。那请大家呢踊跃来奉献，你的奉献可以抵税的让我们的宣教大楼能够做更好的宣教使用，请大家奉献以外也来祷告。那为我们的晨主课程、外展社区制服学院课程、卫理神学院研社课程，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祷告。那今天的11点30分，仍旧有成人主日学，请大家能够准时去参加。那请老师们也能够在准时结束课程。我们为教会复兴来守望祷告，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实体的星期4晚上7点半的实体祷告会。如果你不能来的话，我们也有直播请大家呢可以在线上一起参与。那请问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哈。刚刚我们的如君姐比较柔和的说，
那但是要请大家记得不要8点半，最好你能够提早在8点20分以前就要到啊。然后要请记得8点20分以前要到啊，要不然我们点名点不到人，那我恐怕就没有办法再等你了啊。好，所以请弟兄姐妹来注意这个时间。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来的话，那我们就是请大家可以尽量能够到我们附近的卫理公会的教会，高雄卫理堂，或者是我们的凤山或者是小港的教会都可以在那里参加，或者是我们附近有一些正统的在教导圣经的教会，我们都可以去参与啊。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记得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大概要下午的时间，可能要5、6点以后才会回来哈，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整天是不开放的啊，我们礼拜天整天是不开放的。好，那我们的那个就是儿少的这个讲座目前是因为要20位才可以就是开课，那现在就是因为不到20位，那我们自己的会友也不足哈，就是参加也不足。那但是也请大家记得，就是我们的儿童跟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啊，所以请弟兄姐妹也常常为我们的儿少的教会的儿少的事工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很快的5年后，我们的青少年就会是我们的教会的中坚分子了啊。那我们的儿童10年后，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为你的5年跟10年后的教会的中间的这些同工们来线上祷告，跟为他们来做这样的培养跟预备。那再次的提醒就是我们的这个受洗跟转入礼，我们在12月22号会举行。那现在正在上课当中，那今天还会有机会上这个转入的课程，那还有受洗的课程。那所以如果你有报转入跟受洗，那还没有上课的请把握今天的时间我们的特别转入课程，我们只上1节课而已，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留心这个事情。那12月22号，刚刚义文牧师有特别的有报告我们的这个演出那我们的原住民，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我们台湾的长子是我们的教会的是我们的台湾的一个就是第一个这个人类在这个活动，在这个岛屿上的活动。那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虽然是用演戏的戏剧的表达，但是期待我们台湾能够有一个好的传承在我们的台湾这个岛屿上面，让我们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在这里筑起祭坛敬拜上帝，能够让众人都看到在这里敬拜上帝是何等美好的事。好，所以请弟兄姐妹特别也为这样的事情来关心跟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上，谢谢。现在呢已经进入了我们已经过立冬了嘛所以呢我们的天气呢变化比较大，比方说早上呢中午的时候有30度，可是晚上可能降到20度，温差很大，所以呢大家来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会过敏的话，你最好去打疫苗，这样子呢对你身体比较有保障。那我们也为我们有确诊，或者是当你知道有确诊，或者是有身体不舒服需要治疗的，我们就为他们祷告。我们也特别为怀孕的秀文姐妹，她要生产了，我们来为她祷告。还有以下呢，这个上面我们周报上面有许多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能够在祷告中纪念他们。还有怀孕的母亲洪曼丽姐妹，她已经过世了，我们愿主能够赐安慰的灵安慰家族的人我们也特别纪念他们。那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我有志愿，万福之本。我们请陈牧师来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亲爱的天父，愿你将你的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来继续的传承我们的信仰，并且在众人当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弟兄姐妹，请坐。请在订阅中为今天的报告事项以及需要的肢体来代祷。有病痛和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会后到台前来，牧师要为你祷告。